就响应国际环境日，嘛要民众了解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性。国际赛事会伫云林大西港五条港、大西五条港内梦幻沙坡举办这个净滩的活动，有超过300个人参加，和本来真垃圾的沙坡恢复本来水。 参加净滩的民众将海沙坡的本色捡起来。国际社会即天伫咧大西乡五条港的海沙坡举办净滩活动，有超过300民众作为响应。虽望海边的本色真济，不过有大家拍拼，这搭区啊，都海岸边变甲清气荡荡。希望借由这一次的环保净滩的活动展现狮子会及时服务、快乐奉献的向心力。国际社会讲，最近环境问题受到世界重视。 台湾正做一个海岛，海洋环境保护是正重要的。透过净滩活动，除了让参加民众来保护海洋，嘛把环保的观念传给后一代。为了爱护地球，让垃圾不落海洋。环境维护已经是全民的运动，透过家己的双手来保护海洋环境，嘛让海洋维持上水的风景。 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